容祖兒冒雨舉行新碟簽名會，歌迷送上自製嘅迷你花園，因為 Joey 舊年自嘲係樂壇小花，歌迷就寓意佢由小花變成美麗鮮花，而 Joey 仲透露明年會集中火力搞演唱會答謝歌迷。不過下年就應該會將所有嘅火力集中喺紅館演唱會度咯。咁而家就入咗紙，就未知可唔可以成功申請到，因為紅館嗰個批准都要少少時間。係幾多月啦？預計年底咯。呢啲時節係即係可以喺舞台上面同人分享，同觀眾分享係幾好咯。平時我係宅女嚟㗎嘛，咁係真係喺工作時間我先會見到咁多人㗎，見係有即係吸下人氣咧係好嘅，喺呢啲時節，個人都冇咁 dry 㗎。你嗰個程度幾多咧？有咩係可以係 dry 㗎？你係呢個山火有紅色警報啊？係啊，得唔得？呢個簡單啲係紅色警報，紅色警報嘛，好嘛？山火紅色警報啊！好啊好啊。唔係你而家咪應該唔 dry 啦，咩啊？咁咪應該唔邊個 dry 落晒雨咯，咪唔 dry 咯。個人 dry 到啊，所以有任何人一嚟就着火㗎啦，所以就冇咯。急唔急住着火啊？多漂亮！落雨。係啊，應該係急唔急住着火啊？急住着火。有乜用啫？俾啲雨淋熄咗。今日唔會着火。